嚴重高低眉。睇下畫法，首先睇下呢邊眉成日偏低，咁畫嘅時候就要將條眉拉高，出上下眉頭嘅位，內眼角垂直向上落，眉頭個點條軸線又繞出嚟，眉頭畫反條平行線，呢個位置垂直向上做眉峰位，另外一邊嘅眉峰、眼角、眉尾3點一線，將另外一邊縱出嚟，得中間我哋再高度。頭先講過呢邊成條眉偏低，所以由眉頭到眉波呢個位置一定要畫高啲。呢度畫嘅時候就直接降低少少。你睇眉身畫完之後再睇眉峰個位，雖然呢邊眉波比較高，但眉骨呢度係凹陷落去嘅，另外一邊就唔同，佢眉坡低，但呢一塊係突出嚟，眼窩係凹入去，所以畫嘅時候盡量唔好落太低，稍微平緩少少，連去眉尖，睇下設計完嘅眉。另外一邊都睇下正面效果，你睇呢邊加完線條，呢邊未加，對比下兩邊效果，再睇最後兩邊對唔對，睇落去好睇，好自然。